乡亲啊，回头来看这个新国会54位新考的立委，共有5位女性特别受到注目。这5类花分别是国民党的齐卡心，这届上少年的黄捷，第一届提到中正文化区的吴派玉，甲为艺界转战政坛的郭玉晴，以及有半个政治素人之称的邱玉华。其中，这个郭玉晴当初伫咧电视剧扮万老师这个角色，使去伊报道行这个红地毯，是由当年演黄主任的叶明志来陪同，来彰显着戏剧的经典画面，将做全场的焦点。万老师郭玉晴一束黑色甲朴色的青纱，悄悄向媒体热唱问好。边啊，还有穿青色的靴子、挂乌青目镜的黄主任叶明志陪同，好巧当年校园戏剧的组合。也毋过，这毋是金钟奖的红毯，是第11届立法院新科立委的报道。民进党黄捷和吴派玉两个人穿黑西装，看起来真专业，因是新国会的少年世代。谢谢。穿一束黑色的礼服，佮挂破链，伊是国民党新科立委齐卡心。今仔日立法院第11届上摆新科立委进入会场报道宣誓。这边的新国会总共有54个新科立委，其中这几个备受关注。参像民进党的黄捷、吴派玉，加上不分区的万老师郭玉晴，为议员转战立委的国民党齐卡心，以及有半政治素人称号的邱玉华，接替小弟邱继泰挑战立委成功。只是在弱势团体他们的一些福利，那另外还包含我长期以来关心的动保的一些问题。以及文化产业的问题，这些都会是在我任内当中第一首要的会努力的一些方向。是要为人民发声，这是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职责。所以未来到了国会里面呢，我们也尽可能的把所有民众反映的事情，能够监督政府的地方，那都发挥出来。新国会顶场，要安怎为人民争取权益，是更加好民众期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